只原因，因为阮田头甲田尾一定爱用画的才听有，无即摆手机嘛吼，所以训练到我听讲话拢足大声，话人就是我拢咧受气，就其实无影，我是讲会较大声。我讲话无喙烂袂笨吼，请大家坐较我来，坐较我来，因为无遐吼，所以有阵时啊，你讲的时爱用手机也是啥的吼，所以拜托，请坐较我来。来读今仔日的这个圣经法，诗篇119篇第5节，咱大家出声来读好无？你的话是我心边最我 OK， 啊有灯有光，你我着找着恁兜无？找着所在无？即摆无查查，以前足简单咯，啊倒位做些方面唔用，即摆你嘛无 GPS， 哦，有用 GPS 的请举手。哦，足济啦吼，迄叫 GPS 代表啥？甲 Pilot System 上帝带路啦。伊其实是叫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哦 ，GPS 哦。啊，我伫讲的时讲上帝带路哦，啊，一边去听进来讲是上帝带路，但是我伫讲的时候无啷，Let's girl 哦。Girl guiding system， 查某囡仔伫带路，因为伊内底迄个讲话拢查某囡仔，敢毋是？这是查某囡仔伫带路。我太太讲无影，迄个声有较老，毋是查某囡仔。你无甲你想查某人伫带路啦。你严干。我要讲这哦，就是讲，其实咱伫生活中，咱有拄着足侪问题，啊，确实无上帝的话来甲咱带路，咱定定会无查查。哦，啊 ，GPS 有一个上大的功能，你敢知？上大功能是啥？毋是带路哦。红仔某赛车的时阵，定定为着要行高速道路，行路扶着冤家，敢毋是？咱拢爱冤家啊，照上帝的意思来行。哦，所以这个上大的功能就是夫妇为着开车冤家，哦，这个问题会愈来愈解决啦吼。啊，因为人大家拢感觉讲。上帝是一家之主哦，查甫讲无啦，我是一家之主啊。太太讲我是一家之主，这个问题足济哦，啊，这嘛会解决咱的问题啦吼。所以现代科技，咱想的吼，现代科技，我想上帝有个意思啦，因为人的软弱，人的欠缺哦，即个问题遐尼济是无靠这个科技来哦，无法度啦吼。啊，所以讲我嘛爱靠这个PowerPoint啦，啊，讲了才会趣味啦吼。啊，无PowerPoint，我希望大家。拜托久啦！上帝话语，我特别写台语圣经，什么原因？等等，啊，想看卖？什么原因？我会讲台语圣经，因为咱是台湾人，啊，毋是？吼，迄个翻译圣经，咱即摆台湾是属伊是牧师去做领导嘛，吼。啊，因怎去翻译这现代台语说吼？伊有叫我去做因的电脑顾问啦吼，所以这因的情形我拢足清楚吼。啊，伊伫发言的时阵，我有去甲因采访，陆伊林牧师伊讲，咱的信仰是多正肉体，上帝设计就是要耶稣来到咱的中间，是要用母语甲咱讲话，敢毋是？伊就多正肉体啊，就来咱中间啊，吼。啊，所以讲，伊即摆圣经讲话有翻译2000几种的语言，哦，拢翻做所有的母语，大家会当用母语来甲耶稣要对话要啥的，哦，你有诶人感觉讲啊，我着耶稣来是要甲咱讲台湾话，啊，你结果甲伊讲中国话，啊，伊到时就总是会小可误解啦吼。啊，用母语的时阵，大家就真清楚伊要讲的意思啦吼。啊，所以讲。拄只迄个文乐经络甲介绍我台语了后吼，啊，就是讲台语的时阵上头就是讲，即马目前台湾留落来文献上，这是白话字嘛，吼，啊，所以我是为白话字开始学的吼，2001年开始，来学了后，啊，感觉就是讲上侪资料就是圣经圣诗嘛，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讲。伫即个台湾，拄则有介绍林世荣牧师的时阵，有讲到，即个文教基金会伫台湾有一个台湾罗马字协会，是长老教会
开始有即个白话字，但是呢，即摆李德信拢是有国民党的教育，拢常常放弃白话字。哦，咱信仰祖先留互咱上宝贵的物件。哦，啊，上好的物件要哪证明？国民党嘛要甲你摕的物件拢上好的，对无？还无人敢应。啊，这是我做这了发现一个真理，外来政权要甲你摕的物件拢是上好的，敢毋是？啊？对哦 ，OK 好，啊，你是咱有对个啦，啊，咱你佫无，佫较济你话说哦，因为白话字个足重的，哦，毋免去读汉文，啊，汉文你读的话，你叫你读啥啊？伊要控制你的思想啊，啊，所以你一定要去读伊个啊，啊，伊个讲实在，伊个汉文做怎样诶？读来去考官做官用，敢毋是？啊，所以伊无生活语言。所以，咱的巴克利的白话字圣经内底，足济汉字写袂出来。哦，有一个林文贵长老，伊讲啊，即摆人拢爱汉字啊，所以将白话字8%改作汉字，有一本蓝色的有无？啊，真济教会拢有嘛哦，迄叫做台语汉语版。迄本出来了后，就是得白话字啦。啊，你个白话字就好好，大家来学就好啊。啊，是安怎就是听讲汉字，啊，规个改落了后。结果，规个台湾即摆目前，长老教会虽然讲用母语用啥物，但是真正的即个圣经，哦，咱伫讲上帝话，用母语会当表达的，哦，确实愈来愈少啦，哦，啊，即个非常的可惜哦。啊，我有迄个第二个牧师，伊是长老教会内底唯一真正伫坚持爱用母语的啦，吼。伊是有行动的，啊，佫有即个力量的吼，啊，但是伊嘛做甲真孤单啦，吼。伊退休了后，伫台南新学院有开一个白话字班，啊，白话字班，啥物人去读？你敢知？拢教会无个人呢。啥物原因？遮台湾人为着要甲台语叫活，汉字写无落来啊，啊，伊就知讲伊白话字一定写有落来，所以南北二路的人拢去台南新学院去拜第二个牧师为师，哦，啊，遮个人出来了后，伫社会去推这白话字，因成立一个台湾罗马字协会。迄个协会即马内底97%，毋是基督徒，97%，伊比咱较济。啊，我第一届当去参加即个会哦，就是2002年，已经第8届啊，因个台湾罗马字协会。有办即个世界台语文化啊！我去的时候，拢感觉我足赢的咧。我就落教会白话字是我对我开始的，对。啊，结果有一个迄个干事哦，指我的健康安尼甲我骂，伊讲你丢落教会上无啊？敢若第二个牧师出来拢无啊？哦，一般人去互指责了接受去哦，落尾我拄着一个家甲快叫指责过啦，伊就歹插台语，啊我呢，我倒去反省，有影丢落教会无效啊！哦，祖先留，咱信仰祖先留互咱的白话字遐好的物件，一直伫放弃啊，较想啊无啊，啊，所以我就规身就安聊咧做即个生活的网站啦吼。即个网站主要我就是要针对遐97%遐人，遐人啊读白话字嘛，咱读台语嘛，哦，啊，所以阮就将遮所有的资源拢甲创起，啊，创圣诗、创圣经，讲到即个圣经。啊，因就甲我找我，讲你是长老教的，你出了全世界的语言的圣经拢有上网，是甚物原因台语无？有影啊！恁去圣经公开看，敢有台语圣经上网？有无？有看过人请举手？无嘛吼。